Hello，大家好，呢度係胡聲教路，我係胡師傅。今日咧同大家介紹下我坐緊呢台係叫東風風度嘅 NX6吓。其實大家睇睇佢嗰個樣咧，其實係好似日產嘅奇駿嘅，但佢唔係奇駿嚟嘅，因為奇駿咧就係2.5發動機，係打日產 logo 嘅。其實呢部車買翻嚟咧，就打東風風行嘅 logo， 所以佢係一台風度嘅 NX6嚟嘅。佢發動機咧只係2.0嘅自然吸氣同埋 CVT 嘅波箱嘅啫。咁呢部車有10年噶啦，咁然後咧行咗24萬公里。咁今次有咩問題咧？佢車主發現咧就係部車動力太差啦，坐4個人開120再上都已經係好吃力啦。咁所以咧，我哋今次咧，建議佢到店，我哋同佢做個檢查，咁先同佢換咗個機油同埋波箱油，然後再做一系列嘅簡單嘅動力提升嘅小工程。咁動力提升小工程係點小法咧？咩工程咧？咁其實我哋都係比較簡單咁去作提升嘅，因為咧，車主咧都係阿叔嚟噶啦吓，咁其實佢開咧都唔會好似我哋即係好似啲小朋友咁開得咁急嘅唔會咁劇烈嘅。咁所以咧其實我哋係要做一個簡單嘅提升。咁動力呢 part 提升包括咩咧？包括空氣格啦，一個進氣嘅冬菇頭。咁呢個冬菇頭咧，其實直接係提升咗佢個進氣嘅入氣嘅量嘅。咁再嚟咧，落一套電子嘅增壓器，裝喺發電機同埋電池正極、負極呢套系統咧，就係可以提升發電機嘅電嘅輸出，使至點火更加穩定啦。點火更加強，加強點火，同埋咧全車嘅電壓咧都可以穩定嘅。咁再嚟咧就落一套 AEM 嘅外掛電腦。咁呢套電腦咧工作原理好簡單嘅啫，佢就係加強噴油。因為咁多年嘅車，即係點解個新車嘅時候佢又覺得動力好似 OK 喎，但係咧用咗20幾萬公里咧，動力就衰退好犀利啦。咁所以咧整體一個衰退咧，我哋一定要係調佢嘅噴油，將噴油噴多少少，噴濃少少。咁喂，要食飽先做嘢噶嘛，係咪吓？咁最後咧就落多套催化器仔，咁將佢燃油打散啲等佢霧化好啲，油路方面咧就會再靚啲。咁成個進氣燃燒消化系統成一個簡單嘅提升，咁其實佢動力咧就已經有好明顯嘅一個提升噶啦。所以咧，其實當年我哋嘅發動機主流嘅都係 1.6 1.8 2.0 2.4啦。咁通過咁多年咁多萬公里咧，其實好多朋友都可能會發現部車已經係動力不足啦。咁可能佢會有計劃做一啲簡單嘅動力提升。咁所以如果有呢方面嘅需求嘅朋友咧，係一定要諮詢清楚，同埋做好計劃，做好預算。唔一定要好複雜噶，有時好簡單，其實佢出嚟嘅效果都會非常之好嘅。